離職時收到嘅長期服務金遣散費或者代通知金，係咪需要申報同繳納薪俸稅？根據僱傭條例規定，支付俾僱員嘅長期服務金同遣散費，喺以下情況下無需課稅。課稅嘅款額係指扣減以下款項後嘅淨額：一、按服務年資支付嘅約滿酬金；二、從職業退休計劃中收取歸因於僱主供款部分嘅利益；三、喺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中歸因於僱主供款部分同相關投資回報嘅累算權益。如果長期服務金或者遣散費嘅款項符合上述條件，你無需喺報稅表中申報呢啲款項。如果收到嘅款項超出法定應收嘅數額，則超出部分需要填報同繳納薪俸稅。如果你唔確定收到嘅長期服務金或者遣散費係咪根據僱傭條例嘅規定計算，建議喺報稅表中填報同加以說明，以避免稅務風險。如有興趣了解更多資料，歡迎透過以下方式聯絡展群志奇。